头个等下咱国内来关心北检侦办罢免的连书涉嫌伪造文书这个案件，进前有约谈台北市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这是引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不满，带人去地检署外口抗议，这是为涉嫌违法来集会。法务部是表示，目前这警方已经报请北检分他治安在侦办这件代志，因若在野党是批评，安尼是因为内政部长刘世芳介入指挥办案。罢免连署枪枪棍其实掀起造假风波，毋若双北高雄这所在罢免团体连续互检调侦办，进前过人地检署侦办罢免国民党立委林派雄、连署组涉嫌伪造案。其实透早6点到连署领导所在7点0，方怀疑是了民，也让法务部长陈明谦是安尼回应的。考虑到基隆的特殊性，因为基隆的民众绝大部分都在外地的一个工作多，所以我们避免就是说，那个被传唤的对象那个说还要再跑一趟。部长，你真的确定哦？部长，所以需要早上6点去送。我觉得这句话这是那个6点半以后6点半。我觉得这很不妥。也来进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号召支持者到北检来支持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金如，就连台北市长邱万安也到场来赞声。不过因为该区是集会游行禁制区，防执仪带头违法。邱万安23搁再讲到，家己有甲警察局长讲，一切依法行政。是不是违法？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议员你们说了算，也不是内政部长说了算。来做，在那边狡辩干什么啊？你不可以，也不可能选择性回避掉这个身份。当你有政治需要的时候，你说我是市民，撇开市长的责任，那这对台北市民来讲就是一种灾难。随后，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警政署甲台北市警察局严正执法，强调警方会团环守无朱立伦这人，向外界积极介入个案。就算刘世芳讲，集会游行法的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不过依然予在野党质疑。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谁可以指挥警察办案？检察官。检察官嘛，内政部部长不是司法检察官，他不能够指挥警察办案。那我现在看不懂了，凭什么刘世芳去指挥？要先传唤首谋朱立伦、谢龙介、杨志宇。这个是刘部长在其他委员会的一个是，那这个我没有办法带他回答这个问题。陈明谦只是表示，针对地检署外口开设的违法抗议，辖区警方已经报请北检指挥分他立案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